外籍移工伫咧台湾食头路，共款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保护。不过，监察院煞是指出，当年也是有袂少移工因为有心就去放弃头路，而且劳动部的验证机制无法度发觉这款情形，所以今日对劳动部提出纠正。 台湾当朝外口大量外籍移工才通顺利运作，因伫台湾嘛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保障。不过监察院初二对劳动部提出纠正，讲调查发现，也是有侪移工因为有心，雇主甲中人就要求结束聘雇，甚至有移工会担心说被解约，他就隐匿怀孕。我们也有发现有两个案子，他没有做产检，一直到了生产的那一天才被发现。107年到 去年4年来有15000多个产业移工，他申请了生育给付。女性移工有35万，23万左右是社福移工。社福移工能够报生育给付的，就是他在机构、家庭里头当看护工的，他没有生育给付。社福的移工这4年来才报了360几个人。你在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 黑数，它是没有办法被统计。监察院表示，劳动部有针对移工解约的验证机制，不过2020到2021年的验证机制统计，说无移工因为有心去互雇主不当结束契约。但是监察院调查指出，伫迄2档有5000多的移工因为有心结束契约，登去母国，这期劳动部无都掌握验证机制的成效。程序的设计上是能够让这个移工单独跟这个地方政府的人员去做验证跟争议的一个吐露。我们会更去加强努力，让这个移工能够知道这就是他的权利。也许我虽然给了他这个环境，在来这个环境之前，他已经有听了雇主或者是中介对他说了什么。劳动部表示，会加强对外籍移工宣传因的权利，互移工伫验证的时会使讲出完整的状况。不过，针对安怎掌握验证机制的成效，并无提出详细说明。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